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着宣导的底片，用戏剧的方式来讲职业场所性别平等的议题，特别邀请到艺人安心阿、补习班的老师李哲，甲裁判员刘碧君共同来演出。劳工局推出台南好做工的宣导影片，请安心阿、李哲和刘碧君做回代言，伫咧市府办记者会。霸凌啦，或者是这个性骚啦，或者是他对于这个自己劳工自己对自己的权益还不是很了解，我们都要苦口婆心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宣导，能够挑起这样的话题来引起大家的重视，跟感受到这个议题是蛮重要的。大家在职场上两性都是平等的。安心阿嘛出席记者会，伫咧现场嘛甲市长提问，哪一个问题比较是劳工局比较常遇到的问题？那怀孕留停的假的这个薪水要不要打折啊？好，那老板可不可以拒绝啊？或者是说啊，什么最近公司案子多，忙着外销啊，所以这类的问题。希望透过影片会当互新劳甲头家之间更加了解对方的权利甲义务，打造更加友善的职场文化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